片名老屋下嘅風景。2012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高中學生組施彥強編號7號小水紀念作。班主編轉去老屋下老啊，一行業務地杯，阿爸操地愛等呢，報紙標地愛做嘅項，旁等木匠提嘅看國家大事，阿妹操地主義。腳家啲寫愛言等木黐嘅看等家庭副刊，熱化嘅對沖嘅恰產業活度點清面地作當行嘅烏苗嘅兩隻腳含輕等報紙，啲嘅水木半壓嘅大門上下一下，白開木柱難嘅看過來，有民轉去繼續衰家木。老屋下有3隻苗嘅。全都係魯迅飲來嘅，佢當時還係寫苗子，上開幕無幾日，本人用紙上嘅裝訂，抗地魯迅草屯巷。阿爸散步經過，行到細上嘅苗，上發現也都採過嘅寫苗子。阿爸同寫苗子帶轉屋下到意思的牛嫩地盤嘅，寫苗子披到牛嫩米。搖搖擺擺行到盤嘅順，用家悠悠嘅什麼見寫，牛嫩行過到家父時空便拍死嘅，懂得印象。3隻苗子嘅模式無窮樣，一隻像嫩牛，一隻有一隻拍，尤其4隻腳嘅腳趾頭前拍，當槍作拍乜樣嘅，就同佢按名寫拍乜。另外一隻全身係烏金嘅長毛，就嫌佢長毛嘅。還有一隻生到假咩色，又有一浪嘅花紋，就按到寫假咩。唔過阿妹無按太神氣，記到嘅名嘅，就嫌佢到花嘅，長毛嘅，黃嘅。寫苗嘅日見日大，顛到發條嘅大苗嘅。不是為自家打開窗門，走出去也上也下，等到夜開嘅又對窗門轉入來。苗嘅本身就係苗科動物，同時嘅同樣有打獵嘅本能。雖然經過嘅1萬年嘅馴化，不過這本能還無完全消失。故說佢到暗部頭時常會走出去做老處嘅本體龍。白沙轉來標地門頭前，日時頭還會喺陽台鋪吊嘅，見擺係看到幾點索嘅固地嘅木金嘅看頂屋檔，總會有比唔出高嘅和別嘅板橋嘅熱夾嘅被打下來。夜泊嘅轉去老屋下，總會看到3隻苗嘅木絲嘅啲嘅獨木衰。阿妹講。也到苗嘅老嘅藥唔多好出去了嘅，明日面地活度衰木。係照苗嘅年紀來算，佢到咩係高齡苗嘅，達早晨兩個看報紙嘅老人家，同3隻獨木衰嘅老苗嘅，就係老屋下嘅風景。神夢按自細要中意搶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